那么现在是第三个科判，就是说这个缘起而说缘起空性而断除这个增损之间呢就这个分二就是第三个，就是前一段时间有个大的科判。那么其中第一个呢就是佛所缘起如幻之理佛所缘起也如幻之理。第二个呢就是讲那个佛所这个缘起呢就是在就佛所的缘起里呢就是无有这个就是损害或者是无迹可乘的，就是这个意思。首先是第一个。第一个呢，凡是因缘所生法，自性本来无形象，然而现现为彼者，故所次等皆如幻。凡是我们众生面前所显现的，依靠因缘而产生的法，就绝对不会有任何的这个自己的这种体相就是形象也是没有的。然而在众生面前的话呢，就是它无其而这个显现就是显现的。那么显现的话呢，实际上这是佛陀呢，就是很多经里面就是用这个如幻如梦来比喻的就如幻如梦来这个比喻的这个如幻三摩地经呢，如幻三摩地经里面呢讲有这个500位这个修行人呢当时这个500位这个修行人呢，他就通过修行获得了这个自己的宿命通，然后知道是自己前世造这个什么这个杀父杀母等等，就是很多罪业，同时也知道别人也在这样这个造过业。后来他们就心里特别没有信心了，就是很害怕，就自己造的业太严重了。正在这个时候的话呢，就是文殊菩萨拿着一个宝剑呢，就是准备就是像那个杀这个佛陀这个时候他们都特别害怕，就是我们本来都特别害怕，就是自己以前造的罪业的是这样的，现在文殊菩萨今天又开始像那个佛陀就是造这么严重的罪业，就正在这样。这个时候呢，就是佛陀就是说，就是让这个文殊菩萨你不要这样来，就然后就说其实你也不存在，我也不存在，这些比丘也不存在，然后呢一切诸法就是无有自性的这种道理就讲出来，就是罪的本体也无如幻的，然如梦如阳眼一样的就不成立。你也是这样的，我也是这样的，就然后后来呢，就是这些500个比丘呢，就是已经通达了，就是无有这个自性的这种什么这个法忍就是得到了这种法眼和法忍，就是所以诸法如火轮，变化如梦时，是日暮如幻时吧？就400轮里面什么随缘慧心慧心故是吧？慧心现阳眼即复运等，就是我们就是一切诸法，就因缘所生的法呢，就是全部是像那个如梦如幻如阳眼如这个慧心一切有为法，犹如梦幻泡影，一如一路电什么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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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讲很多这个法师就是也会讲的，就是所以说这个很多经典里面就是讲一切都是如幻就是如幻的道理。那么这个我们其实真正就是想到就是佛陀就是所讲到的这种真正的这个一切幻化的道理断除一切分别妄的这个道理呢，如果我们真去想的时候呢，就会明白的。真正因缘所生的这些法呢，就是全部都是这个幻化的，没有呢一个这个真实的。诸法如幻的话呢，你是不是如幻？就是你自己也去观察因为佛陀的这种特别这个殊胜的智慧已经抉择下来的话呢，我相信就是里面有很深深的这个意义佛陀的这种智慧并不是我们现在的这个人能所了解的。就像印度的像法称论师陈那论师他们的是怎么赞叹的我都有时候真的想，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就是最伟大的就是除了佛陀以外，就是23就是6庄严了。那么这个这些这个不管龙猛菩萨、月称菩萨，他们都是这个顶礼这个佛陀他们的智慧是什么样的？我们如果就是现在在这个世界上是他们如果在的话，那就任何一个智者和科学家都是没办法就是与他们就是辩论的所以你看那个什么法称论师就是在这个释量论的顶礼句当中也是怎么讲的？就是经理欲具足除灭分别妄就是除灭分别妄，深深广大深深广大深边防普显广边防普显广，就是第一个就是对释迦牟尼佛就是赞叹和顶礼的这个寄颂呢，就是用3个方面的这个特点
啊，就是佛陀就是遣除这个一切的这个众生的分别的这个迷乱的妄啊，然后自己呢就是具足已经深深广大的身体，并且呢就是让这个边防这个普现光，就是对整个众生呢就是发出这个大悲的这个具有这个智慧，也有这个悲心，还有呢就是能力，就是度化无量无边的这个众生，把佛陀的所有的这些威德和所有的这些功德呢，就是集聚起来，就是赞颂以前应该现在你已经20年了，就上师如意宝就一直是用这个校正就是说是对这个佛陀的这个赞颂都比这那是这样也更多种我更念出来想不出来了。所以那个就是我们呢应该就是对这个大慈大悲的这个佛陀呢，就是应该产生一种无比的信心。这种信心呢，并不是现在有些人的好奇心我好喜欢你我好高兴我很喜欢这部论点不是这样的。这些人是你一讲就是为什么喜欢的话，那我也不知道，就可能前世因缘吧，不是这样的。应该是对这个佛陀的最广大的这种智慧和深深的这种教言呢，就是让你就是以他的真正的这个魅力就是所吸引，而自己感到一种震撼，就觉得是在这个世界上是有这么无与伦比的一个伟大的这个大智者我都遇到他的这个教法是真的是多么荣幸自己对自己有一种就是无法这个言说的这种荣幸，就是怎么说就是成就感也好，或者说是自己有一种特别就是欢喜的这个心态那这样的话呢，我想在这个佛教的这个行业当中，你也永远也不会退转，可以呢就是成为是不退转菩萨现在有些上师的话呢，就是稍微给你讲一点窍诀，就你已经成了不退转菩萨，你也成了不退转菩萨。其实有没有那么简单但是也许可能是但真正我们通过闻思去最后的话呢在有生之年当中乃至生生世世，我在这个佛教的教理当中是不会退转。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世界当中的话呢，唯一宣说真理者呢，就是这个佛陀，而他的这种真理呢，让我这个今生来世都会这个永远获得快乐的。所以我是这个希求快乐的。我的这个旁边的这个所有的这个人类包括这个旁生界的话呢，他们也是想愿意离苦得乐的。那这样的这个精神呢，真的对世界来讲是特别珍贵如果有这样的这个心态的话呢，我想我们的这个佛法呢，就是也可以是对这个就是像全世界性，应该是全球性的，就是开展或者弘扬的话呢，就是应该有这个方便法。否则的话呢，把自己也是弄得特别就是这个小小的一个圈子，我是藏传佛教，我是净土宗的，我是禅宗的，我谁都不排斥，我应该我维护自己，我不要学，就没有必要这样的。就是我们大家都应该有一种特别开放的心态，因为佛陀的无比的智慧和无比的悲心的话呢，对谁都可以接受，只不过是一种上师们的传承和教研的这种方便法不同而已。其实所有的宗派都是圆融无为的，应该是都是这个融会贯通的，就是没有一个就是此虚此色的